手拍破，老出你不会，变出你听我，我要做到恭敬感谢你。因我你善良，因我你善良，因我你来笑来第二节。世间的烟火，快乐无孤单，只有主你给主你光光。我要信，主你相知心，让因我好生，让因我好生，让因我来好塞你。这条是咱真熟的圣诗吼，伫咧圣餐的时阵咧使用，所以若会晓四部的吼，咱尽量用四部来学，迄个整个的音色会较水吼。这是咱来吟，咱今仔日学乐的圣诗，我心学乐志愿上第24首，圣诗24首。我心我乐志愿上帝，妈咪爸爸伊卡的，社会一直写要妈妈，咱着学来跟我，学健康，学健康，学永远我滚。来，第二节。学乐我做稳定听堂，是乐历代困苦人。学乐我做永远不变，祝福人类大稳定。学乐我做永远不变大步。来第5节。天使世人良心敬拜，要见面当好赛。日月七星拍拜恭敬，天使阿拉永无停。阿拉称赞，阿拉称赞，阿拉主名高永远。以上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吟的圣诗的部分吼，请咱安静心来准备咱今仔日的礼拜。
啊，我们礼拜就要开始哈，跟你身边的人打一下招呼，说很高兴在礼拜当中遇见你啊。好，那么礼拜要开始啊，请咱将咱的行动电话来关机，咱做伙准备心来礼拜。全地中用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感谢入伊的门，用学老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是咱来吟圣诗第24首。我心阿老至关上帝，请起立，咱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今日的礼拜来到你的面前，是何等美、何等喜乐的事。在你面前，我们要谦卑、顺服、欢喜，是我们单单的渴慕你。求主帮助，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不要忘记自己是被主所创造的。在人生的道路过程中，不迷失在权力、在地位，而忘记将荣耀归给上帝。当迷失在罪恶之中，更可别忘记，当要真心悔改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苦毒、憎恨的时候，弟兄姐妹，不可为自己复仇，宁可让上帝的愤怒替你伸冤。因为圣经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啊，我们是何等不完全的人，生活上有太多事情需要去决定，太多的困难需要去面对，太多的疑惑需要去澄清。我们会迷惑，分不清事情的重要性，也分清如何选择。这时要静下来，空出时间，把混乱的心慢慢的沉静，向主祈求来祷告。我们每天透过神的管教，与神保持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心才能被主更新。这时，咱做伙用主，假是咱的安尼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荣光归神本上帝，荣光圣天圣神，三位上帝，他的天在地地，从来也念我的泪。就是咱来交托启应文第10，启应文第10也是诗篇第27。现着阮来交托，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我还着惊啥人？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着惊啥人？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因拢会跋倒失败。虽然大军争赢包围，我的心也袂惊吓。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悠然安然自在。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保护我，互我秘伫伊厝内，伊会甲我放伫石盘顶，互我的头举悬，超过包围我的对敌。我要伫伊的布棚欢喜献祭。我要唱歌学乐上主。上主啊，我求过声，请你听。求你怜悯我，应答我，你对我讲，就来调见我。上主啊，我来调见你。
求你毋通黄面毋擦我，求你毋通生气赶你的奴仆，你一直是我的帮赞。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毋通拒绝我、放杀我，我的父母若放杀我，上主嘛一定会收留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因为对敌在长等，求你带我行偏袒的路，毋通照着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我亲心一项事，要活第一日，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着信靠上主，着勇敢壮胆，一声着信靠上主。即时，咱来讲听上帝话。伊来着哈该书2章15至19节，15至19节，用现代汉语文来读。那恁着用心检讨，伫上主的殿中见以前，恁安怎伫过日？有人去外国堆，想讲会得到20斗小麦，只有得到10斗；去酒池想讲会得到50桶酒，只有得到20桶。上主讲：我用火烧风、病害、冰雹，甲恁处罚，恁犹无悔改，对打第日9月24，就是因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日起，恁着用心检讨，着省察，仓库伫也有种子无？虽然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拢还未结果子。毋过对于今仔日起，我要祝福互恁。接下来我用和合本。现在你们心里要想一想，从今日起，耶和华的殿还没有一块石头放在石头上的情况。那时你们怎么了？有人来到20斗的谷堆那里，却只得了10斗；有人到酒池那里要取50桶，却只得了20桶。我以焚风、梅兰、冰雹攻击你们，和你们手上的各样工作，你们仍不归向我。我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心里要想一想。从今日起，就是从这9月27日起，从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起，你们心里想一想。仓里还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上帝话就读到这，愿听伊话、照伊话行的人，拢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时，咱请青少年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常常喜乐》。
感谢青少年用真好的歌声来学罗上帝。啊，这时要请本堂的李耀师牧师来正道，要讲的题目是蒙福之要顺服，请大家恭敬来听。大家这平安。这时请咱同心同心来祈祷。温暖的主，阮感谢你，互阮属伫主你的正义路，互阮有安尼的机会，搁一摆为你伫主你的殿院，阮伫遮要透过领受主你的话，互阮会通搁一摆对主你的话语来得到快乐甲帮助，啊，互阮会通迄个软弱的迄个幼稚的迄个心灵，会通搁一摆伫你的话语中来得到激励。互阮看见主你怎样要行你的大权能，你的奇妙奇事伫阮的中间，互阮毋若是干那听见，也会通真正落实行出主你爱阮所行的，互主你来得到欢喜。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叫做圣名，阿免。今仔日咱的即个经文这个主题经文原本应该是爱对第2章的第10节到19节，为着无爱造成咱这个书类的这个负担，所以只有请咱书类的部分读这个15节到19节，所以咱过来看第10节到14节到底咧讲啥物话？伫遐讲着讲大流士做坐位第2年9月24日。上主对先知哈该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你去见祭司，甲因问有关律法的问题。若有人用3句包奉献规城的肉，然后3句去吸着饼、汤、酒、油，还是其他遮的食物，遐的食物减会当算做圣。祭司应讲袂。哈该佫讲，若有人摸着尸体煞无清气，伊摸着的食物减会算做无清气。祭司应讲，迄个食物算做无清气。然后哈该讲，上主讲，即个子民，即个国伫我的目睭前就是安尼，因的手所做逐项工作，所献逐项祭物嘛拢无清气。后壁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当恁着用心检讨，伫上主的殿中建以前，恁安怎地过日子？有人去5国队想讲会得到20斗小麦，只有得到10斗；去酒池想讲会得到50桶酒，只有得到20桶。上主讲：我用火烧风、病害、冰雹，甲恁处罚，恁也袂悔改。对今仔日9月24，就是下上主圣殿的地基的日期，恁着用心检讨，着审查。仓库内还有种子无？虽然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拢还袂结果子，毋过对今仔日起，我要祝福互恁。这就是咱今仔日的即个规个经段的即个。这个主题经段内容，伫第10节到14节，这个所在，安尼上主伊要求先知来去这个祭司来伫遐来请教，请教啥物货？原来上帝要借着先知来这个祭司请教，去讲起着这个咱讲误会也是无清气的迄个概念。因为耶和华上帝要求百姓爱圣洁甲顺服，但是迄个罪的迄个无清气，阻挡了迄个上帝祝福。若百姓顺服上帝命令，去伫遐来建造圣殿，伫咧未来的迄个日子，因会得到祝福。这是伫咧第10节到19节。这个规段的这个经段内面，先知所要传达的上帝的心意。
咱搁一届来看即个经文的即个背景，先知的即个伊的信息是伫咧即个大流士王第2年的9月24日。即个也就是讲，伊是伫咧即个先知伊头一遍，也就是伫咧咱伫咧即个哈该书第2章的一开始，伫遐讲起着迄个信息了后的2个月，迄时耶路撒冷也就是差不多伫咧迄个秋雨拄好安尼开始吼，秋雨是伫7月中开始，也就是先知所传讲的进前开始落雨。等到迄个土有够松软的时阵，就会通伫迄个所在夜景来伫遐来耕作。到伫迄个10月中的时阵，即个安尼规个工作就会通完成，剩的就是伫遐等待迄个收成。因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期待讲安尼来年无有即个可汗，无有即个迄个咱讲虫灾，没有病虫害。但是照因过去因的迄个安尼因的所经历着。伫咱今仔经文内面，咱会通看见，就是因所经历的叫做美夏玉矿。所以上帝借着先知伫迄个所在，到底要甲因讲什么话？要借着先知甲因讲，因到底因拄着遮个代志，是安怎？伫咧咱今仔经文内面讲，因去到伫五谷场要爱摕20斗，结果伊干那摕着10斗；去酒池要爱50桶，伊结果干那只有摕20桶。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上帝伫咧这个所在要甲因讲，到底因是安怎去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但就是伫咧这个这个9月24，先知伊得到这个指示来这个祭司提出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直接讲的就是，伊伫遐讲起就讲确实一个祭司伊带着迄个已经分别做成的迄个做成的迄个咱讲肌肉，伊伫咧中间安尼准备要献祭即个肉，当伊安尼带着即个肾肉即个肌肉的时阵，伊的即个衫具啦，因为伊摕到迄个肾肉的时阵，照理讲伊包括伊的衫嘛是已经分别为圣了，伊才有法度去摕遮个物件。即个时阵，伊摕到即个肉，安尼结果伊的衫去吸着，不管是吸着刀顶，吸着遮个食物，酒顶遮个，安尼先知咧问讲，遮个食物，敢会因为即个间接去拄着即个圣物的接触，来互因来会通成圣，互遮个物件来成圣？伊回答是否定的。所以咱会通照着即个字面的迄个意思来看见，就是伊伫咧讲，咱要讲起就是讲正圣，毋是有法度安尼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传递的，成圣不是能够传递的。第二个问题甲第一个问题真相款，伊伫迄个中间但是迄个。地方讲，转过来讲安尼。如果若有人伊照着迄个礼仪安尼是无清气的，亲像讲伊去安尼吸着即个尸体。如果伊个因为伊吸着尸体所以伊已经是一个无清气的人，所以伊若搁去安尼吸着遮个食面的时阵，遮个食面。会因为安尼来递到腐败嘛？这是安尼伫咧这中间安尼真清楚，无真困难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安尼迄个接触递到这个食面也变做无清气。因为这是一个伫咧讲伫咧礼仪上无清气，是会通传染的。所以先知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讲起就讲耶和华。安尼伫迄个中间，伊讲即个子民，即个国家，伫我的目睭前也是安尼，就是安尼。
因的手所做逐项工作，所献逐项的祭物，拢无清气。你兄弟，咱爱了解到，以色列是互上帝所分别做成的一个咱讲国民，因是归性来拢分别做成归互耶和华。所以论真讲，因应该是圣洁的，因是圣洁的百姓。第二，但是这个国家因为误会也讲无清气，所以抵到伊所接触到的一切，包括因伫迄个中间咧献祭，嘛拢诚做无清气的。是安怎讲？因已经是误会，因为当初时。包括圣殿，包括因后来因受掠，所以这个百姓已经诚做一个无清气的迄个百姓。佮包括因迄个圣殿伫咧中间继续伫遐趴远荒凉，来见证因伫咧中间因继续伫遐因的无清气，是因为因无真看重上帝的殿。因伫遐亲赴上帝的殿，因伫遐停工，直到迄个安尼，才拄啊，甲迄个地基安尼贴好势，搁过来就停伫咧迄个所在。迄就那亲像一具迄个尸体，安尼放伫咧因的中间，直到因无清气。如果所献的即个罪本身已经是误会，哪会通安尼拄起？所有一切这误会，结果就是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个经段内面所讲到的，因伫咧中间，因伫遐安尼要摕到20斗的这个国，迄个五国，结果因只敢若摕到迄个10斗，因要去酒池要取50桶的酒，但是结果因只敢若得到20桶，因为上帝用着芬芳，伊伫遐讲啊。迄个火头风，迄个安尼，迄个糜烂冰雹来攻击伊的百姓，甲因手里所做的一切，这就是因伫迄，因为因安尼无注重上帝的殿，无注重上帝的即个，无看重上帝的代志，直到因手所做的工，也伫迄中间来安尼。无得到应该得到的结果，所以弟兄兄弟，咱是主耶稣用着伊的宝血，将咱分别做成的基督徒。虽然咱每一个主日，咱拢来到伫教会伫遐来教会礼拜，咱伫遮心里如意。虽然每一个主日，咱拢伫遐参与教会的逐样的即个事奉，若假设。这个教会已经趴远无清气，安尼教会所接触到的一切，包括咱所献的，也就是咱所有一切的恶乐甲咱的敬拜，拢诚做无清气，无得到上帝感纳。所以咱来想的是，安尼啥物会是教会的趴远，甲着教会的无清气？就较亲像咱伫咧咱的每一工，咱的即个读经祈祷的即个生活，但是咱却无活出耶稣基督迄个国外应该有的迄款的性命。虽然咱讲咱是基督徒，但是咱却是过着一个安尼有气美丽的基督徒安尼的生活。是讲咱所活出来。无迄个耶稣基督迄种的香味，是或者是圣经的话，咱只不过是干那安尼摕来安尼读过，甚至咱嘛记忆掉咧，但是咧，咱却无摕出来实践，毋是摕来实践，只是干来参考。对伫咧咱所读的圣经内面，对咱有利的即个经文，咱就摕来证明讲咱是对的。
上帝是徛伫咱这边的。若是圣神照着圣经来指出咱迄个心内，也是咱所做的迄个毋对的所在，咱就甲跳过、让过。对主的教导，咱会通讲知之甚详，但是咱却做袂到。咱会讲啊，这是主耶稣，因为是主耶稣的缘故，所以主伊做会到，咱做袂到。咱是军队伊的学生，所以咱做袂到。但是主耶稣伊敢毋是嘛安尼甲咱讲，讲我所做的，你毋若要做，搁要做比迄个搁较大的事，敢毋是？对主的教导，咱安尼知，结果咱做袂到。咱伫遐真侪时阵，咱凡事伫遐来挖靠咱家己。咱伫遐骄傲自大，高举咱家己，咱无尊主最大。却是咱伫迄个中间，咱搁伫遐安尼故作谦卑。主爱咱做的，咱无去做；主无爱咱做的，咱倒是去做。这拢是因为，这拢是咱心灵趴远，咱的心灵的灯趴远，伫遐无清气。如果咱若有他拄牧师所讲到这个其中的一项，安尼咱来考虑看觅啊，咱所献的祭是毋是拢真做无清气？所以弟兄姊，咱的心灵的灯敢有趴远去，滴到咱的心灵的灯无清气。所以今仔咱今仔的经文内面，上帝爱伊的百姓来伫遐认知到底。虽然因安尼拢有伫咧安尼做着遮个圣工，因嘛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伫遐咧安尼建造圣殿，伫遐重建圣殿，但是咧圣洁并未自动成做因的一部分。也就是讲，因伫咧即个咧做遮个圣工的时阵，因伫遐咧起造圣殿的时阵，是一个尊严的，是一个安尼值得是一个真勇敢的代志。但是因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因有缘爱搁伫咧安尼道德方面，嘛爱有迄个正直的生活。搁另外一方面，咱来讲，如果因若地到伫遐来坠落，安尼。因的迄个道德上的迄个败坏，也的确会误会因拄好咧建造的即个圣殿的迄个纯正甲圣洁。也就是讲，今仔日咱伫遐建造上帝百姓伫遐来建造圣殿，结果伊伫咧一边建造圣殿，搁一边伫遐咧做一寡无合上帝所欢喜的事。心内伫遐咧计谋一寡空的事，来互上帝安尼无得到上帝欢喜的遮个代志，会致到迄个所起的圣殿嘛真做无清气，也就是迄个礼仪上的迄个正直，必须要甲道德上的正直伫遐同齐来行。所以主的百姓伫咧安尼讲做一项代真安尼讲。真阳光、真可贵的即个服侍的时阵，并未因为因所做的这个事，递到互因安尼得到一个咱类似咱像一个免死金牌伫遐，会用伊伫咧道德上、伊伫咧道德上顶面会通随心所欲，因为因未因为着上帝的工作来安尼，因袂用因为安尼迄个为着上帝的工作。来伫遐放弃迄个道德的迄个应该有的迄个正直。如果因若安尼做，因就确实会致到去安尼损害着因伫遐所做的迄个工程。这也就是伫遐来甲咱讲起着，当咱咧做任何的遮个代志的顶面，咱做任何咱讲做任何的善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为服事的成绩或是果效。将多少能够遮掩我们生活中的不完全？今仔日的经文内面甲咱讲袂，
咱袂因为咱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伫咧教会做服侍，咱就诚做圣洁。因为咱抑阁有侪咱无够额、无清气的所在，所以先知伫咧中间伫遐来提醒着上帝百姓，因爱想看卖啊咧，讲对今仔日起啊，伊伫遐讲对今仔日起，耶和华的殿抑阁无一块石头放伫另外一块石头的顶面，这也就是因是安怎美下愈况的结果，因为因无顺服上帝对因的命令。因伫遐安尼亲亲呼呼，迄个上帝对因的迄个要求，迄个亲呼上帝即个圣殿的即个重建。但是伫咧即个中间，先知伊伫遐宣告讲：对今仔日起，我要赐福；对今仔日起，我要赐福互恁。先知爱上帝百姓心内伫遐想。伊伫遐想啥物货？伊伫遐讲仓库内还有种子无？虽然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甲橄榄树拢还未结果子，毋过对今仔日起，我要赐福互恁。先知伫即个中间伫遐来唤起着伊的上帝百姓，讲只要百姓开始来将即个重建上帝殿来看做迄个第一位，迄个上要紧的。伫咧因咱头看见着迄个伊迄个日期，伫咧9月20，伫咧播种了后，即个秋雨一直到伫10月中，因伫遐期待安尼即个明年会通有好的收成。但是伫咧即个时阵，9月20即个时阵，因安尼家己仓库内面敢抑阁有种子，已经无有种子。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也未结果子，因抑阁伫遐咧期待。上帝伫迄个中间，伫遐无人伫遐敢预测讲明年会得到好的收成，因为因过去，因过去的经历，因所经验到的，就是伊要期待得到20斗，结果敢若只有10斗；要有50桶酒，只有敢若20桶酒。因毋敢去伫遐预测的时阵，先知伫遐宣告讲，要有一个无共款的迄个收成。所以，弟兄姊，啥物货是叫做信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信是对所盼望之事有把握，对未见之事有确据。咱敢犹原抑阁继续安尼欢喜来照着咱家己，咱会通安尼把握的，咱会通掌控的，即个方式来伫遐来处理代志。这是咱一般咱期待，咱所期待，甲咱会通好做的，因为咱感觉讲安尼咱较安全。所以，逐项代志咱拢计划甲拢想甲，拢伫咧咱的一切拢伫咧咱的掌控之中。但是主安怎讲？主伊是信实的，伊是通信的。伊讲安怎？伊讲，伊一个讲，宇宙就出现；伊一个命定，万有就形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咱若所做的每一项代志，咱所经验到的，拢是伫咧咱会通好掌控的范围内面，咱就无法度去经历到迄个上帝的迄个大能。咱嘛看袂到迄个咱的主，伊怎样要照着伊家己伊所讲的，伊伫迄个中间伊安怎讲？伊伫遐讲安尼，迄搁无偌久，我要搁一摆来互天地海甲大地拢摇拽。上主万军的统帅安怎讲？讲我要互万国摇拽，互万国的财宝运来遮，互即个殿充满阳光。这是上主讲的话，
毋管咱今仔日咱的建堂，还是咱的即个心灵的殿中建，咱是毋是伫遐停滞不前？但是咱要安尼来宣告，就是错了就改，跌倒了就站起来。当咱愿意谦卑顺服、凡事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权的时阵，咱开始伫遐来重建主的圣殿。主伊安怎应允？伊讲。虽然安尼，即个仓库内面也无有种子，虽然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拢也未有结果，拢也未结果子。毋过对今仔日起，我要祝福互恁。咱无需要为着迄个建堂的迄个感觉，若像需要足侪钱的，咱就伫遐安尼考虑一大堆，来伫遐抵到咱伫遐停滞不前。牧师的意思，毋是讲咱就毋免伫迄个中间来伫遐考虑，毋免伫遐计划，咱是应该伫咧咱计划了，咱思考了，咱爱看出迄个建堂的第一步，包括咱心灵的建堂中建的第一步。咱毋是干那大概就干那讲啊，这足困难的，结果拢踏袂出去。咱来想的是，既然这个建堂是上帝伫咱的心内共同所起的迄款安尼一个意象，表示咱的主上帝伊爱咱建堂，这是伊的心意。万军的耶和华要为着伊家己的代志来伫遐来大发热心嘛，敢毋是？照圣经所讲的，安怎讲？讲伊是迄个银啊、甲金啊的主，敢毋是？所以，弟兄兄弟，咱所需要的毋是咱所需要应该只有安尼伫咧顺服着主的心意。咱最简单的代志，就是咱伫咧中间，咱凡事咱倚靠主，伫遐来公共重大，伫遐来做工。迄个困难的代志，互耶稣来做。伊的确会迄落天开即个天顶的窗，来拼福气，互囡仔相信伊的所有遮的人。亲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主的话安尼讲，伊伫遐讲起讲，对今仔日起，我要祝福互恁。这是主所讲的话。问题是咱要去体验的，咱要去成就，咱要去成就啊无？当咱伫遐顺服主的话，佮相信伊的应允，的确要照安尼去行的时阵，咱就要去经验着，要去经历着主伊所应允对咱所讲的，安怎讲？伊伫遐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甚至会做更较大的事，因为我要去爬遐。这是咱信仰中面，咱伫咧咱的信仰中面，咱需要去经历着的。咱毋是逐概咱拢经历的，拢是咱家己有法度去控制。安尼咱就无需要即个信仰啊！咱所需要的是去经验迄个咱无法度去控制，咱无法度去掌握的，因为这是上帝的代志，毋是咱的代志，敢毋是？所以当咱安尼欢喜顺服上帝伫咱的心内所做的迄个代志，迄个放伫咱心内的事的时阵，咱就的确要看见主耶稣伊其实。为着咱垂天天使天君，伫咱的四围伫遐来安尼包围，伫咱的四围伫遐来瞻仰，要互囝仔信靠伊的百姓，伫迄中间来安尼得胜搁较有存。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圣神真正会通开咱的目睭，互咱会通看见。上帝怎样已经早就已经伫咧咱的四周围，安尼找着伊的天使天君，围绕伫咱的四周围。咱只有干那看见着，才会对着伫遐攻击咱，甲咱包围掉咧。就甲亲像当初时的以利沙共款。当以利沙伊伫遐。安尼向上帝祈求，互伊的奴仆会通目睭开，看见原来伫咧即个城的外面，毋是干那有迄个对敌的包围，
伫咧迄个中间有上帝的天使天军四面围绕咧，无法度来攻击咱，伊要互咱得胜到村。所以求主帮助咱，当咱欢喜来顺服上帝伫咱放伫咱心内的心意的时阵，咱才安尼去行的时阵，就是咱安尼得到上帝祝福的开始。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对主你来的话语，主你搁一摆来帮助阮。主，阮原是软弱无助，阮原是只有干那看见伫咧阮四周围围绕着做遮个困难的代志。主啊，但求你开阮的目睭，互阮会通看见主你早就已经将你家己的即个天使天军来四面围阮，阁毋若安尼，主你家己讲，金是你的，金是你的，主你要安尼摇抓着即个万国，将万国的珍宝来车到你的圣殿。愿你照着你家己的话语，你家己的应允，就行伫你家己的教会，互你的教会，甲你或者的正百姓，会通安尼经历着主你是怎样，是一位怎样丰富丰盛恩典的主。你要互你的百姓不断伫遐来经验着你的救赎，你的救恩要怎样来临到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阮的生活中间，阮无搁再成做一个软弱、亲像软骹鞋的基督徒，乃是阮要对主你领受你迄个国外的快乐、国外的活命伫阮的心内，互阮会通大声来重建阮即个安尼，阮的心灵的即个殿院。互即个心灵的殿院会通安尼起了真好势，来迎接主你来踮伫阮的内面，互阮伫凡事顶面，互主你拢伫阮心内，阮的一生内面掌权做王，来经历着主你怎样带领你家己的百姓，伫逐项的代志顶面拢赢到有剩。主，阮无搁再倚靠阮家己的快乐。阮要独独倚靠主你，就主你家己要安尼讲，对今仔日起，我要束缚。主啊，愿你就照着你家己的应允来成就伫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中间。我咱来恳求祈祷，拢上过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这时咱要来举行圣礼典，请咱来吟圣诗366首，圣诗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主的身躯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纪那属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纪那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求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求困我的人，我决断无弃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个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夜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你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咱来感谢。主上帝，现在我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也会通安尼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咱请小会员来服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安尼领受着饼的时阵，咱就安静咱的心，来求圣神亲自来光照咱，互咱看见咱心内有啥物款的误会拉散啊无，也求主这时阵就来洁净咱。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敢有人已经有领受？伫咧北京教会领受洗礼，无领受着饼的人，若有，请你毋免客气吼。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食了后，安尼捧杯，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服侍的长老。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当咱领着杯的时阵，咱就安静来审查咱家己。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你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伫地，咱即时甘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徒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我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使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即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
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免。好，这时咱的这个圣礼典到这，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忙。这时咱搁来继续来承认圣诗366首的第3节就好。起立，来用使徒圣经，咱来回应咱今仔所领受，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因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因来受苦。定时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早正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来授予奉献。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我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脚的。我伫你细汉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我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
请李恩兴，李恩清，跟陈安，好。亲爱的主，阮用满心的感谢来学罗你，感谢你拣选阮做你的囝儿，感谢你用丰富的爱来疼阮、照顾阮、帮助阮。你拯救阮的性命，赦免阮的罪，对年头到年尾，你拢有在看顾阮。当阮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愿阮奉献的金钱，会让做合你心意的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尊名。愿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着哈该书2章19节，咱做伙来读。未来，仓库有生枝无，虽然葡萄树无发果树，石树、橄榄树拢还未结果子。不过对今仔日起，我袂祝福你。我们来读和合本可以预备来。仓里还有5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好，我们来迎新报告，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本会是今年度的圣礼点好，我们也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点26日本月的26日将定期会员和会会员会籍名单已经公布在公布栏这次的小会有提出两个阶段的进行请自己来看
另外会员当天未能出席的请在25日12点前向办公室来请假以利我们和会能够来进行。第3点，3月4号由本会来宣教部来办理雄心壮志短宣热身营地点是在台湾神学院请有意学青以上弟兄姐妹可以参加那是整天的行程。那行程之后我们会在阳明山来参观那个花季请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永续来报名我是承办人可以来向我来报名。好，第4点下主日第1堂礼拜后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请同工预备心来参加。第5点，本会来招聘干事详细内容请到公布栏来看有关肢体消息总会有来函请为我们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发生的强震我们来关心代祷及奉献有关第2点、第3点、第4点我们自己来看那第5点，台湾精兵协会举办愚人旅程跨文化宣教士的践行的笔记这样的一个突破营有意参加的可以来向毕光长老来报名。第6点，七星中会松联部举办春季的2日的灵修旅游，那有意参加的向松联团契的陈立署会长来报名还有关上周的聚会出席报告或是会计报告，请来过目然后登记唔对的向干事来更正安排到事项的请准备心以上咱有今日有新的朋友李元甘你我们鼓掌欢迎他鼓掌欢迎他。还有李长老还有李长老边这位伊的迄落这下。李长老边这位，李长老边这位，一趟请你来自我介绍一下，捌来过无？那我们要用掌声来欢迎他好，这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闭上我们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了解我们的需要及痛苦，求主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癌症、因疾病带来的不舒服，恳求你医治他们的病痛，或是因官司带来的捆绑、带来的恐惧，求你亲自的安慰与扶持，并且带给他们信心，让我们持续的祷告，相信主你能够带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求主带领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来向主来祈求，为课业升学的压力来祷告，为工作努力来祈求平安，能有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学业与工作。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要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们也为教会的建堂事工来祷告，让教会只有让上帝的爱成为我们彼此间的连结与社区的连结，用爱让我们体会上帝的应许与恩典。我们也为国家执政者来祷告，恳求主带领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遵行上帝的话而行。我们也为土耳其、叙利亚祷告，祷告苦难要离去，上帝保护要充满那地。最后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牧长及弟兄姐妹，恩上加恩，日日重新得力。上帝，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吟上吟圣诗391首，阿罗天地上主宰，请起立。吟诗了后，请牧师来祝祷。赞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摆将你的话语成做阮的气力甲帮赞，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阮会晓得搁较贤倚靠主，搁较贤用着主你的话，成做阮逐样的遮个准绳，伫逐所在所行所做，拢尊主最大。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逐样的代志顶面，拢掌权做王，也互阮会通过着一个欢喜、谦卑、顺服的心，来日日来互主你来得到欢喜。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